all you've given me. I give it to you, Lord. Thankfully, every song I sing, every praise I bring, everything I do is a gift to you. Everything I need, I give it to you, Lord. Thankfully, every song I sing, every place I bring, everything I do is a gift to you. The gift to you.以前我来报，报个台新闻进来谈辛苦，今仔日的辛苦，台语的2摆哦，华语的1摆。
地位相有地方，请就请各位来看，因为上帝关心一定用一切关系画面甲定新时代，对第四代利用家己的人生甲努力挑战，一点老师求生三十。因为上帝关心一定用一切关系画面甲定历史新时代。对第四代利用家己的人生甲努力挑战，一点老师求生三十。神的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，先因我们认识他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。彼得后书1章3节。关注家训，本周的本周的拜一甲拜三，会合书要代表台北中会。前往拿到参加台北70周年教会真重的宣告研讨会，请这来到。本周三的查经祈祷会，查经是会务处理，祈祷会是失传经过处理，欢迎请这踊跃出席参加。即个本周的林花底的半日的自由。第5点是本会开始办理中学以上的详细办法，请看后壁的公布栏。那欢迎有观察4个的青年关怀部提出申请到4月底。第6点是社区团体要伫5月22号举办宜兰福山植物园的一日游，因为已经满啦，请大家来注意这时间，有参加的爱注意这时间。其他请大家来看。下手的事工，书徽是周浩，书评是满夫国经兄弟，书面是谢雄技术甲用技术，其他请大家家己来看。好嘞，这个拜五中心团体聚会，要去到士林官邸，士林官邸咱有2个所在会通来集合，咱是要到士林捷运站时阵才坐公车咱请这个来说明一下对，我伫这个主会站小米线比较站，捷运士林捷运站的，士林捷运站了我伫遐的。士林捷运站经过到官邸，10分钟。咱咱拢无定对，咱去中昼，咱后尾用餐是要来士林教会遐，士林教会遐用餐煞，伫迄个遐有迄个。往中正路迄个出口